记新闻杂志，乡亲啊，你敢有啥物梦想也未实现的？由社会福利团体举办的“本土歧视环岛计划”，26位年岁加起来将近2000岁阿公阿嬷，挑战骑乌倒摆驶台湾岛一年，因骑过南回公路、苏花公路，还有9弯18弯的北宜公路。啊，这阵本土的骑士上济岁94岁。 因用9天的时间，骑1000多公里，成功来完成着梦想。透过咱的镜头，对着这阵本土骑士，做伙来去环岛。骑上乌托邦平均年岁73岁，本土骑士伫亲戚朋友加油声中，正式展开追梦的旅程。规排甘仔色车队计时十足，经过每一个路段，拢乖乖啊看志刚的指挥伫骑。充满活力的阿公阿嬷变成焦点，因徛伫台湾这片土地上，温暖伫所有人的心内。 休困的是，赶紧小运动一下，肩胛头小咧咧的，展现出私底下古水的一面。不要把它吹倒。人生7集才开始，就算这26个阿公阿嬷，所有的人岁数加起来有1903岁，也不因为热血未输好少年人，用9天的时间。 挑战1090公里的路途，要看遍台湾的水。4、2、3、4、5。面的条文是岁月的磨练，头毛焦白，因为人生无什么老白。伫团队内面拍头阵，徛伫车阵上头前，这个是高龄94岁过深心老阿公。 已经也是有史以来上届老的本土骑士。白天的时候，他们上学的上学啊，上班的上班，我只有一个人。我骑摩托车到处拍拍照，健身房就是下棋。那么到那个公园去散步，去公园散步的时候，我听到一句很不好听的话，有很多这个老人家坐在一起，他们谈什么？他老黑啊，没老眼啊。 假巴胆西，我说我不能接受这个了，我要跟他们讲，我说想办法自己运动，身体弄好，到处去玩去。人老心无老，过劳先生伫亲人的陪同下，实现骑车环岛的梦想。第2后生规家伙啊，佮赛车做伙行，先后生嘛骑倒摆对伫后边。像昨天今天都是很过瘾啊！昨天来，我是从那个新庄我自己骑过来，骑了5个小时。我就不要去干扰，只是说需要我搬东西，需要我处理事情的时候，我就出现就好了。2013年89岁时，过劳先生已经先参加过1摆本土骑士环台旅程，这摆是第2摆参加，已经甲有一个目标，后一个梦想就是100岁时要搁挑战1摆。 上一次红道基金会的时候哈，在那个中正纪念堂开会哦，那有20几个国家来，那我送他去致辞，我说我叫什么名字，今年几岁？我在100岁的时候，我还要再重新这个环岛一次，他们就呱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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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妄想啦，我希望有这么一天啦。我们会陪你的。对。 我就开始训练他，给他吃好的，给他训练他，让他脑袋要活化，很重要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他有了目标之后，他在生活上的很多事情他愿意去做，因为他想要环岛，所以给老人家鼓励他有梦想、有目标，对他是最好的方法。让他自己做，但你在后面做最好的后盾。 伫团队内面要一个骑士的精神，和所有人深深配合。要挂一个护躯要随行的医护人员伫边咧排名。伊是66岁王兆顺，得到帕金森氏这个镜头已经12年。开始的时候，心里也会自闭，不敢去跟外人提起自己有生这种病。
因为孙子王病被别人看起来变得很奇怪，动作缓慢，或是动作走小碎步，像拖把在拖地一样，然后不稳，容易摔倒。因为这是一种慢性病，它恶化不是说一下子就很恶化到完全不能动，而是慢慢的。王大公会累吗？不会，不会累。王兆顺伫本土技术的阵容内面是上少年的，破病进前是各种的理化老师，即马行路有困难，每踏出一步都要用尽规身躯的气力，捌想袂开。王老先生捌自卑自弃，不过即马伊是摆脱冻结的身躯，骑上乌托邦找回自由。这种心情很好，因为能够驾驭一个交通工具，表示你能够扩大你的生活圈，也可以到处去旅游，参观到让人惊奇的风景，而且可以接触到很有趣的人物。慢慢来哈，慢慢。比如说红道的志工们，他们对我都很寄予厚望。摆脱可能身体或者是病痛的那个束缚。对。跟他们相处过以后，其实他们非常的可爱，然后他们有很多那个故事是很有趣的，就是我觉得，原来长辈们他们也是一个小朋友而已，他们走路的时候有拖着你走，梦真的不只是可以很大，也可以很小。他们年纪比较大了，也会坚持去追梦，何况是我们年轻人。我也去可以跑更远，去追更多的梦。跳过市区参华路，经过公路，行过海边，欣赏台湾的水。沿路骑过北中南各地区，这座宽岛的旅程内面，上较艰难的挑战是爱骑南回公路、苏花公路，还佫有918瓦的北宜公路。真正阿公阿嬷的亲人，拢坐游览车对因行，做因的宽岛战友。老公伊就有欢喜讲要参加啦，伊就讲我敢要去啊，本来我是讲卖啦，我卖去啦，伊讲。来去啦，安尼较有伴啦。我讲好啦，无来去安尼啦。大家安尼团体像家庭安尼吼，安尼会相照顾啦。我知道他有一个梦，想要环岛。其实我想跟爸爸一起骑的，对，因为我也想环岛，可是我还没有环过岛。那我就想说，环岛是我的梦想啊。那既然我还没有办法，就先帮爸爸圆梦这样。我们规划大概需要1年的时间，包括各点的路线，还有各点的休息点，甚至像天后，万一比如说碰到台风或下雨，都是蛮多的挑战。本土骑士宽岛活动，这摆已经是第9届，出发进前都要经过3个月训练。你路中有真侪公益行动，唔那替独机的时代募款，到养乐园表演魔术，嘛到七星潭净滩，要将本土精神传遍台湾每一个角落。年轻的时候，大家为生活，大家为生活在拼搏的时候，他买了第一部摩托车，他就有跟我讲，以后骑摩托车带你去环岛，然后这一环岛就40年等到现在，终于成型了。上次自己一个人，这次有太太一起，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？总过来讲，就甜蜜的负担了。 72岁沈德成加67岁太太孙丽晶，阿某2人透过这段旅程，做伙以结婚时阵的约定。去年住伫法国70岁杨延基老先生，是一发机经过万几公里，第4摆返来台湾环岛。也有82岁老太太，伊无骑拖摆，因过游玩坐车，对咧遗忘。这一次是有特别的意义，就是可以赞助那种给那个老人的午餐哪一种东西。 这是有特别的意义。通常我去很多地方都是参加了活动的时候，差不多是我最老的，因为差不多60几岁、70岁去潜水都很少了。
特别的亚洲人，而且我围到这个地方，我是最小的小弟弟，他们全部是80几、90几的那种。行前我一定要考到驾照。最后一次练习的时候，下雨，大家都跑光了，只有我穿着雨衣在那边一直练习那个直角转弯，真的给我练过了。我一直很想环岛，讲了20多年了，对，真的是看了他们环岛，我才真的自己也去环一次岛。长辈们他们让我们看到，就是他们没有那么古板，他们跟我们年轻人一样爱玩。那可能他会问的比较多一点，那我们就需要好好的跟他讲。3、4、5、6。只要还阁会使叮当，就会使有梦，陪这阵老大人对梦的还阁有因。来自全国各地，甚至为香港、甲美国飞转来台湾的这群少年人，诚心付出，用心陪伴。因为自己本身爷爷奶奶就是很早就过世了所以就尽我们最大的力量，然后维持他们每一天骑乘的健康，然后安全的通过。参加过那么多次，当然是希望说不老骑士这个活动可以一直办下去。那有一天可以自己也变成这一些长辈，就是也自己可以真的变成不老骑士这样。其实是一股力量，那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充电的机会，所以就会很珍惜每次来当志工，跟这些爷爷奶奶那个聊话场这样子的时间。我们不老骑士达阵成功。经过9天成功完成目标，相公热血只是少年人的权利。这阵不老骑士演奏着青春进行曲。我在100岁的时候，我还要再重新环岛一次。有一天，咱拢会老，不过岁月带不走梦想甲勇气。不老骑士用行动展现，活了愈老愈精彩。因打拼对方突破自我，徛伫对梦的道路上，并且期待挑战后一个梦想。